歡迎收睇樓市外望，我係陳文燕。今集我哋繼續留喺檳城呢度睇樓。呢度樓價咧就同香港一樣啦，近年都升得好快㗎。發展商咧都將啲單位越起越細。當然呢度嘅後生仔咧都係慨嘆買樓好貴喎。但係咧佢哋就比香港好彩啦，只要攞1成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啦。大馬嘅後生仔買頭2間屋都可以獲得銀行借9成貸款，如果買第3層樓就要俾多啲首期啦，最多只可以借樓價嘅7成。當地銀行都肯提供按揭俾外國人喺大馬買樓，一般人按揭係做到5成至7成半。如果參加第2家園計劃嘅人，就最多可以借到8成樓按。經濟方面，由於有稅務優惠，唔少跨國企業都喺檳城設廠，生產半導體同埋電子產品，有東方矽谷嘅美譽。另外，大馬亦都非常依賴石油收入。馬來西亞咧就係亞洲區入邊咧少數嘅石油淨出口國嚟㗎，咁所以揸車入油咧都幾抵下。好似今日咁啦，就每公升油咧大概就係1.7馬幣，差唔多咧就係3個幾港紙。曾幾何時咧油的確係平過水㗎，不過今日就唔係啦。小知識講完啦，首先帶大家參觀向海獨立屋。呢間睇落咁似玩具積木嘅就係啦。全屋有4層，入門口嘅一層係客廳。間屋可以話係享受180度海景，遙望賓威海峽，對岸就係檳城嘅另一半威省。嗰度由於係工業重鎮，樓價都比賓島平，亦都比較多獨立屋，感覺就好似新界咁。平均每方尺嘅樓咧，只係賣緊400幾蚊港紙啫。而呢間屋所在嘅賓島樓價就比較貴，有啲似港島。呢條橋就係連接檳城兩岸嘅2條大橋其中之一。今年檳城更加開始興建第1條海底隧道，全長6.5公里。知唔知賓威海峽中間呢個小島有咩功能呢？原來佢係將啲水分流，咁就可以穩固住2條跨海大橋啦。住喺度享受靚景，除咗用眼，仲可以瞓身落去游。由於呢度係地理位置好啊，所以咧亦都算係檳城其中一個豪宅盤嚟噶。豪宅盤啊，當然就要有埋呢一個私家泳池啦。呢個無邊際泳池咧，暢泳嘅話，感覺上就好似游出海峽咁樣。同一層嘅飯廳亦都係行豪華簡約路線，放到張8人餐台之外，仲有個簡便備餐區。用電磁爐煮食。呢個嘅廚房設備咧都好等本㗎。除咗咧就係有咖啡機啊、酒櫃、櫥櫃同埋爐頭之外咧，就連呢個嘅雲石工作台面都係由德國空運而嚟㗎，再喺度鑲嵌。單係咧廚房嘅裝修已經係差唔多要40萬馬幣，即係差唔多要80萬港紙。入邊呢仲有一個設備齊全啲嘅廚房，俾屋主大顯身手。我哋再上2樓睇睇。2間客房面積都唔細，以香港嘅屋嚟講，已經好似主人房咁大啦。陶瓷用料都唔差，用咗大量嘅雲石。最吸引呢就係呢一層嘅偏廳，賣點都係賓威海峽景致。以偏廳嚟講啦，面積都算係幾大啦。再上多層，仲有2間睡房，全部都係3邊落床。有獨立嘅衣帽間，以及一個小型嘅工作間。我最中意咧就係呢個套廁啦，按摩浴缸特別升高1級，景觀真係一流啊！分分鐘浸到甩皮都唔捨得走啊！住喺度，假日都可以有幾多消閒活動噶，例如好似喺天台曬太陽、燒嘢食。地庫嗰層仲係上落遊艇嘅地方，由於有私家泊位。可以租或者係揸私家遊艇到新加坡、泰國布吉同埋芭提雅等地。聽講啦，只係需要5個鐘頭就會到噶啦。喺度飲下酒都得。喺呢層亦都有間房，俾中意酒嘅人儲存佳釀。多人住嘅話啦，啲鞋都唔怕逼爆鞋櫃啊。間屋咧，每層仲係隨屋附送1部平板電腦。除咗開關電器，亦都可以用嚟叫保安員，以及預訂會所設施，
好似係網球同埋籃球場咁。咁當然啦，羊毛出自羊身上。呢間獨立屋依家賣緊1500萬馬幣，折合大約係3090萬港紙。全屋連埋天台同泳池，面積有11000平方尺，即係每方尺賣緊2800蚊港紙。代理話咧，獨立屋嘅買家都係以馬來西亞人為主，而外國嘅投資客就唔多。逃離都市煩囂，擁抱大自然，係唔少香港人旅行同埋住喺外國嘅原因。呢個檳城嘅新樓盤就俾住戶親親大自然，喺平台花園嗰度做咗個人工嘅鹹水池，過濾海水，養熱帶魚，甚至係鯊魚、魔鬼魚都有。屋苑仲幫大馬政府養殖海龜，當啲龜孵化咗，長大之後就會還翻俾政府噶啦。不過觀賞下就好啦，住客千祈唔好餵呢啲小動物食嘢啊！檳城嘅獨立屋比較多本地人買，而好似呢啲嘅分層單位咧，就有唔少嘅外國投資者入市。單位面積2100平方尺，4房間隔，連埋4個車位，依家賣緊210萬馬幣，大約係430幾萬港紙，平均要2000零蚊港紙一尺。嗱，個單位咧每個月都租到5、6千蚊馬幣㗎，差唔多就係1萬至到12000蚊港紙。咁租務回報咧都有3至4厘，聽落咧就幾唔錯啦。但原來投資者喺呢度咧都係追求樓價嘅升值多過租務回報。咁間屋客飯廳相連，四四正正，家私擺位都唔難嘅。不過開放式廚房部分佔嘅面積比例唔細，相對上就唔可以買太大張嘅梳化同埋餐台啦。分層單位嘅露台都唔細喎。嗱，由於馬來西亞只係得夏天，咁本地人買樓咧都唔係太講究坐向，因為咧冇乜冬暖夏涼嘅概念。咁但係咧佢哋就會避開向西嘅樓，因為怕西斜。呢間係主人套房，望內圓雙池景，即係人工鹹水池同埋泳池。房入面嘅套廁亦都有好大扇窗，通風度都唔錯。另外2間房連套廁面積都差唔多大，有大約200幾尺。每間房都設有洗手間，如果一家大細住埋一齊，都唔使爭廁所用啦。第4間房本身係多用途房，用嚟做娛樂室、書房或者係瞓覺都得。由於屬於中價樓啊，廚房電器配備都唔算齊全，蒸爐、咖啡機同埋洗碗碟機喺呢個單位全部都唔包。連埋雪櫃啊都要自己度大細去買噶。嚟到檳城，咁四圍都有特色好嘢食，例如喺街頭大排檔可以食到著名嘅炒粿條，有啲似我哋成日食嘅乾炒牛河，都係用河粉加上蛋、豆芽、臘腸、蝦子同埋黑醬油一齊炒，都幾重口味噶。再帶你去多一間著名嘅茶室，試下檳城版嘅 Tiramisu。哇，大件夾抵食喎，個樣咧就同我哋香港見到嘅有啲唔同。再飲多啖凍咖啡，認真消暑啊！咁食飽咗，係時候去檳城舊城區喬治市行下。點解有呢個名嘅呢？由於178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闢檳城，首府就以英國國王喬治3世嚟命名。咁所以叫做喬治市。當時係船隻嘅加油站，印度香料、中國茶葉、棉花等商品嘅交易中心。咁喺2008年就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呢度除咗有歷史建築古蹟，近年仲充滿住現代藝術氣息。皆因當地被列入世遺之後呢，有立陶宛嘅藝術家就畫咗街頭壁畫，於是興起街頭創作，好有本土風貌噶。例如喺檳城，好多華人都識講福建話，呢個男仔咧就教你講福建話。街頭巷尾有唔少嘅鍛鐵藝術品、壁畫，當中有啲結合埋實物，好似係單車咁，令到成件藝術品都好有立體感，都幾好玩嘅。嗱，講到玩呢，再帶大家去一個地方玩。事關檳城近年開咗好多 3D 立體博物館，都成為咗旅客熱點。樂錦地係其中一間嘅創館人，
佢係土生土長華裔馬來西亞人，極為欣賞檳城將中西文化完全融合，所以收購咗唔少舊樓，其中一間就改建成為 3D 歷史博物館啦。遊客去到除咗玩，仲可以見證200幾年嘅檳城歷史。我很幸運看到一群人來檳城尊敬我們的文化，喚醒我的內心的這種愛心，對老祖先留下來的那種骨氣，我要做一點貢獻，所以我開始收購古物老物。你這個世界，你有什麼先進的東西，明天人家就幹掉你了。只有一種東西你不能幹掉我，歷史。